程師話：打風前唔需要額外加固冷氣機，如果見到冷氣機螺絲或支架有生鏽，可以請專業人士檢查。無線電視記者譚美儀報道。華加莎星期四清晨2次登陸廣西，當地一度宣布停課、停運、停工。而早前被吹襲嘅廣東，多地展開清理工作。國慶76週年，沙田馬場內指定精品同埋食物有7、6折優惠。馬會應用程式亦有遊戲，頭760個答啱問題嘅參加者可以獲贈鮑魚福袋。無線電視記者譚美儀報道。國慶日廣州市面氣氛熱鬧，有酒店話今個假期房價比舊年貴大約5%，而入住率高達90%。香港業界代表話，中東同東南亞係內地企業比較有興趣拓展嘅海外市場，會為佢哋提供度身訂造嘅出海方案。無線電視記者譚美儀報道。西藏境內珠穆朗瑪峰東坡營地突降暴雪，大批遊客被困，已經有350人。終點派發毛巾同電解質飲品，俾泳手上岸後可以抹身保暖同補充水分。無線電視記者譚美儀報道。政府舉辦立法會工業界一功能組別選舉論壇。